大家好，欢迎回来啊！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啊，即马是咱上尾一节课吼，第10节赞啊！即马较趣味，咱要来看一寡个客家话吼，啊，佮有即个地图吼，啊，佮有一寡歌词啊，等下咱袂拢总用咱的罗马字来甲读，所以遮有个客家话吼，看你敢有法度甲读吼，啊，过来伊尾啊即句吼是要写啥？吼，看你敢有法度，你家己甲影片暂时甲停落吼，试看觅吼。好，啊若无咱就做伙来读吼。鸡为龟吼，鸡翁脏吼，龟脏啊，这是第5条吼。这若是第条就龟脏吼，龟脏啊，这鱼儿好应该是换条啦吼，因为遮个有，所以这应该是第条。好好，龟脏好好，无错。规章好好，无错，无错，对安尼吼，规章好好，无错。啊，过来咧，啊，基翁吼，讲阿公吼，第1条吼，关平调，阿公饲活饲活带吼带，啊，搁这是。加平调吼，带阿公带啊，这个咪乌无啊，搁是第2条吼，某吼，这是咱的落调。好，所以阿公带某加婆吼，加婆加一个婆，啊，无就是阿公带某就是叫做加婆吼，加婆。加婆，好过来，鱼话话是摇烧吼，所以这应该拢是换调吼，就变做这关平调花啊，这中平调烧花烧，啊过来第一吼，这是咱一个例句吼，第啊，搁是第4条会换调，就变做关底调，安尼就第吼第，啊过来呢啊那。第5条，啊，若是第条就变做咱的起调啦吼，加起调。火烧竹拿，火烧竹拿，无竹壳，啊，就无竹壳，啊，就烧去啊，无竹壳，吼，无竹壳，火烧竹拿无竹壳，好过来。鸡后狗吼，这若是换调的，嘛是关平调吼。狗啊，过来第下地啊，第3条若换调的关落调吼。底狗底啊，这第2条会直调吼，因为这是一段话上尾一个音节，所以这嘛是一个直调吼，甲这调共款吼，拢是一个关落调。高底碗吼，高底碗啊，这个鸡鸭啊，佫是第8条会换调杂吼，杂鸡鸭杂啊，过来啊，佫是第5条会换调是中平调杂欠一个调号，来杂啊，过来李翁人啊，佫是第5条人吼，高底碗。10个人吼，到底碗10个人，家人，敢是你家人食饭吼？毋知，来家人，好上尾一个个客家话啦吼，就是这来，起啊卡。D A D 吼，这是第2条吼，骹底这应该算是一款名词啦吼，骹底啊，这个咪活啊，第4条吼，上尾迄个韵尾是虚，所以变做关落调。抹吼抹骹底抹虚韵混啊，共款嘛是关落调。混骹底抹混。庄骹吼，
装卡，鸡装，吼，起卡装卡，吼，介趣味啦吼，介新鲜啦吼，规丛好好，无错。阿公娶某家婆，吼，火烧竹篮，无的确。高底碗十个人，家人，上尾就骹底抹粉，装骹，好来，加起来话就是安尼啦吼。啊，过来，咱遮有即个地图吼，我有讲着吼，啊，这是新加坡的捷运吼，之1，会记哩哦，这是咱的即个例外叫做1，1，啊，有关是第8条，所以是捷。捷运新加坡捷运的地图，啊是安那爱有新加坡捷运的地图吼。咱遮小可伤细，迄个字小可伤细啦，啊毋过遮有一个地名吼，介趣味吼，我甲写落。介像是台语的罗马字对无吼？咱来读看觅 ，D-I 台是用成吼。啊，伊伫即个地图内底吼，无咧写调号，但是其实咱嘛会使加伊迄个调号，啊，就变做安尼。啊，这变怎读？大城吼，大城，所以这是啥物地名？吼，你敢袂出来？其实就是安尼。吼，大城就是即个地名。啊，新加坡的捷运嘛拢有写着。来，遮佫有一个。迄字嘛有影较细啦，啊无要紧，伊写着安尼。啊，这是要写啥呢？介成嘛是台语的罗马字对无？伊写着鸡蛙抓鸡乌猪鸡红公抓猪公，安尼敢下台语啦。其实吼，伊即个地名即边吼，伊就是欠一个鱼吼，啊，即边嘛有欠一个鱼，伊无咧写两个鱼吼。啊，咱台语的罗马字就是爱写两个鱼，啊，就变做安尼：饲蛙带饲有厝鸡红公，安尼要安怎读咧？带厝公啊，敢有调号？调号嘛会写一个吼，安尼诶。带厝港，带厝港，所以遮其实嘛是一个台语的地名吼，带厝港。遮佫有一个较趣味的吼，伊写做啥？伊写做安尼，红米蚵吼，鸡药啊，这是啥？介奇怪啦，红米蚵毛，敢有毛吼？鸡药叫啊，其实。像这新加坡的捷运的地图内底，因为无咧写像拼音吼，嘛无咧写即个 O 的点吼，啊嘛无咧写即个调号吼，咱着拢爱处理吼，咱爱家己处理啦吼。所以若这啊着写做红吼，啊这嘛有调号吼，会记哩吼，即个无拼音吼，啊若无拼音，咱都爱写 V 哦。所以这是咱罗马字的规则吼。啊，这伊小可都写迄个音尔吼，但是无遐准啦，因为应该是爱写即个 V 吼，会较准。红无桥吼，红无桥，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名吼，红无桥。所以这我就感觉足特别的啦，就是咱看到伫新加坡的捷运地图内底吼，即个大城吼，即个带厝港吼，啊，佫有即个。红毛桥吼，啊，佫有其他的吼，都是台语的人名，也是地名吼，拢伫新加坡的捷运内底有看到吼。啊，台北的捷运内底，啊，高雄的捷运内底，敢有看到即款台语的地名吼？这家己去想看觅。好，过来上尾一个吼，就是咱要来看一寡台语的歌词吼，咱要用，主要是咱要用咱的罗马字来甲读吼，遮的歌大概。一定知影吼，所以免惊你毋知这是啥物歌吼，咱着爱豆豆啊读吼，看你当时知影迄是啥物歌啦吼。来，饲吼，这是咱的迄个例外吼
n 吼，即个伊安吼 n 七 n 千好，基昂刚吼千刚，下来是位水，啊，佫是第四条，所以是水千刚水，千刚水，啊，佫来咧七 n 千基昂刚，好共款呢，千刚水千刚，啊，这个字话吼，字话，啊，佫是第八条，所以是第一条，吼，啊，佫是悬加条，月吼，千江月，千江水，千江月，啊，佫来七 n 千，字，啊，若是橫條，就是悬平條字，皮昂芳，啊，佫是第五條，第條就是芳，吼，千里芳，千江水，千江月，千里芳。过来，千吼共款，千地用，啊，第五条的反调是中平调，千中是按山，啊是应该是悬平调吼，山千中山，七按千字，啊共款是即个第四条的反调是悬平调，千里基昂江。西安山，安尼就江山，吼，江山千里江山，啊，这个应该知影吼。字我是用上是为水，吼，我上水，吼，这条我应该知影。千江水，千江月，千里芳，吼，这就是对，好过来。还有一条就是这吼，啊这边是有吼，第七条，啊第七条的反调就是咱的加平调，安尼就有吼有，就是都有，啊过来之一节，啊过来有即个韵尾是 D， 啊即个调号就是第八条，啊第八条的反调就是加底调吼，所以是都安尼吼都有节。吼节，啊过来共款的调啦吼，这嘛是第八调，啊这要安怎发音？日吼，有日，敢若毋对吼，哦这是直调，因为这是名词吼，所以你若试念即个反调哦，你就知影吼，这毋对啦吼，因为这是名词，所以爱念迄个直调，啊就变做有日，吼有日。离安兰啊，第二条，所以是悬平调。兰尼啊那，啊个是甲即个有共款吼，那啊过来，这应该是直调，所以这是假调，这是哆，这就是 re 吼，哆 re 那老离后老有日，咱那老，应该知影啥物歌吼？七月吹。吼，七月吹，啊，共款即个第七条，吼，嘛是反调，所以应该是吹，吼，有那吹拢共款即个调，吼，吹无，吼，因为这是第五条，啊，第五条的反调嘛是中平调，吼，吹无，离红人，啊，这是名词，啊，第五条，所以应该是起调，吹无人，记啊加。共款第七条吼，所以是较低吼，吹加有那吼，拢是即个调吼，哆就是遮尔，吹无人加离安咱吼，拄则嘛有咱吼，咱吹无人加咱 U 吼，共款即个调吼 ，U 就是悬平调 U， 啊过来咱的加平调好吼，啊小可降落来迄个感觉，因为这是第三条。第三条的直调吼，毋是第七条的反调。第七条的反调拢是足平吼，啊，第三条的直调小可会降落迄个感觉。友好吼，找无人甲咱友好。有一日咱若老，找无人甲咱友好。啊，过来
字外外吼外，啊，佫是第一条换调的关边调，我会吼这共款，我会飞，你看这共款，找无吼找无会飞，我会陪你吼，我会陪你吼。其实咱有当时啊，咱读即个歌词吼，迄个歌曲都会走出来吼，因为台语的调曲一般是看伊的调来设计吼。我会陪你吼，我会陪你，所以即摆咱就听着迄个歌曲吼，我会陪你。一个坐吼，坐第7条，坐嘛是共款，找甲若有会坐吼坐，啊过来低盐点啊，这是第3条吼，啊第3条的换调的时阵是咱的关落调，安尼就坐点吼，坐点伊吼，这是咱有咱伫遮吼。我吼，拢第2条的换调，伊吼，啊过来第5条离遥，第5条的直调吼聊医疗，这嘛是名词，所以毋管即个语词是上尾一个，还是中吼，即个聊有关系直调。我会陪你坐点医疗，迄个歌曲真正是有咧吼。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天影听你吼，这嘛是一个伊离我咱吼，啊是安怎？这毋是咧，我会陪你，啊这是听你，啥安呢？对，因为这是直调，这是换调，吼，所以无共的音共款，即个调号吼，其实规个语词共款，就是你吼，啊这边换调变做你，听你讲吼，期望讲共款，即个调号，听你讲。第3条遮是要消，第3条甲这共款吼，坐点医疗吼点。安尼这嘛是换调，这嘛是第3条的换调。少吼，坐点少年吼，少年吼，少年的是吼，这嘛是第5条的换调，所以变做甲即个第7条的直调共款吼。时阵，所以即2个共款吼。时阵，因为这嘛是名词，所以这一定是直调，啊，这是换调，啊，拄好即2个实际上是共款的调吼，拢是中平调。时阵，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吼，即个有过来啊，有外敖，真正有迄个歌曲吼。你有外敖，就是迄个 melody 吼，有伫咧吼。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敖，吼，应该知影吼，这什么歌啦吼，加后啦吼。好，过来，好，这是小可较新的歌吼，但是大家一定捌听着，因为这最近介时行咧吼。后来一节吼啊，第8条啊，所以换调第8条就是咱的加底调吼，所以是节吼节。其实我教大家一个撇步啦吼，你若看到即两个语词一般吼，这是第8条啦，一般拢就好是若第4条、第8条，吼，你看到即2个语词的时阵，一般拢是换调，吼，一般拢是换调，所以变做这是关调，吼，这是迄个低调，吼，拢是低调啦，变做这是即个，吼，即个物件，吼，即个物件，啊，这变做一碗饭的迄个一，吼，1、2、3的一，吼，即个也是迄个，吼，1、2、3，所以即2个较好认吼。后来即边就是一个，吼，一个，希望风，啊，过来有，
诶，一个风风雨雨，吼，一个风风雨雨的是是啊，搁是即个第七调，所以是低平调吼，下搁来中平调吼，所以这是哆瑞哆瑞下会，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哦，应该知影吼，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米的米吼米，之换会记得咱的拼音哦，即两个拢有拼音吼，之换转搁是第二调，安尼就关平调转吼，要转搁是即个第七调，所以这是咪瑞吼咪瑞怎样怎样，两个音节拢有拼音，怎样这拄好是哆瑞社会，这咪瑞怎样吼，好这个起位开起位会，所以这拄好是。瑞咪吼，这哆瑞社会，这就瑞咪吼，开花开花，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吼？过来四爻第三调的换调是关落调，安尼就少。过来爱记咱的韵母吼，这个例外 n 吼，少年这是第五调，所以变做中平调，少年。家吼，鸡的家，少年家怎样共款吼？怎样？少年家怎样？离学落搁是第八调会换调，若韵尾是虚，就变做咱的低平调吼，甲即个第七调吼会换调共款，所以这下这就落吼，下落过来地吼，所以这社会。落地共款吼，共款的调，社会落地，少年家怎样落地？过来咱吼，看着几若届啦吼，咱利用浪吼嘛共款即个调，嘛共款换调，咱浪是吼是就是第七调，是低平调是共款第七调吼是为这。共款，你看第八调韵尾是虚，所以变做甲即个第七调的换调拢共款，是为着，是为着即三个拢共一个调，咱拢是为着这个爱就是第三调，搁是换调，所以爱吼，咱拢是为着爱之。用吼，这嘛是一个例外吼，这个用第五调变做加起调着，安尼就爱情吼，爱情，因为这是名词吼，爱情是一个名词，咱拢是为着爱情而爱来，过来咧，大家一定知影吼，离往浪离忧留离恩恋吼，浪流连。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吼，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吼，所以这个歌曲嘛，小可有出来吼，听会到这个歌曲，这个 melody。好，过来，佫有两条歌咯。吼，这可能较简单小可啦，这是。足有名的歌手啦吼，来爱吼，拄仔嘛有看到即个爱啦，伫遮来爱情吼，所以这嘛是爱，毋过这毋是情，这毋是情吼，这是啥？爱人吼，佫是第五条爱人吼，爱人就是安尼吼，爱人你吼，这应该大多开始看有，就是这是你吼，你我的你吼，爱人你。是伫这个，这拢第七调，所以是低调吼。是伫，你是伫，过来，的共款关平调，你的过来为，所以这应该讲是咪哆哆咪瑞吼，咪哆哆咪瑞，因为这是直调吼，的位
咪哆哆咪瑞，安尼就你是伫倒位？吼，你是伫倒位？爱人，你是伫倒位？好，过来咪无，吼，搁是第五条。换调的时阵嘛是中平调，过来离后老，共款第五条换调中平调，无老，过来低约着，是第八条，韵尾是虚，所以共款吼，拄仔嘛有看到几若解啦，遮吼，甲遮拢是第八条，拢是韵尾虚，变做甲第七条诶换调共款吼，拢是加平调。落地是为着爱情吼，遮咧无留着吼，过来批话批吼，第一条是中平调批信吼，这是第三条。第三条若做直调，因为这是即个名词吼，批信是即个名词，所以这直调。第三条直调的时阵，有当时小可讲落迄个感觉批信吼，无一定是批信吼，批信无留着批信吼，过来无留吼，这共款无留悲换这偏音哦，会记哩哦，偏音搬过来是第三条，即马是换调，所以是变做关落调，半吼半无留半诶。字吼，这第七条是中平调吼，字，所以这是啥物歌？你敢知？吼，应该知影吼，这就是500迄个手机歌照吼，手机歌照迄个爱人你是伫倒位吼，就是迄条啦吼。爱人你是伫倒位吼，无留着批信，无留半个字。后来上尾一个哦，上尾一条歌，大家嘛一定捌听着吼，这嘛介出名的啦，就是爱先来看遮罗马字吼，呢啊那这共款第七条换调，所以是加平调吼，那过来听拼音吼，听第一条，所以是换调是中平调，那听吼。这若听着安尼啊，应该会知影迄个歌曲吼，因为迄个 melody 就念咪就出来吼。若听过来咧，第约这是第八条吼，第八条伊的迄个韵尾是虚，所以甲即个调共款吼，就是咱的加平调，所以变做着吼。若听着，好，这应该知影吼。好，过来。基乌高吼，这第二条这两个吼变做一个名词吼，所以这是换调这边是直调，所以这是第二条的换调是关平调高吼，若听着高过来咧，是影声这第一条，甲这个第二条的换调共款吼，第一条的直调甲第二条的换调。共调啦吼，关平调高声吼，若听着高声吼，所以这条歌伊的 melody 念咪就出来吼，大家一定听会到啦吼。若听着高声过来原吼，这是第二条，所以变做甲这共款吼，换调高声吼，高原吼，这就是第五条，变做中平调吼，换调。原过来心吼，共款的调啦吼。第五条的换调，甲第一条的换调，共款拢是中平调。原的心情，因为这是名词吼。原的心情，过来遮咧，咱捌看到即个俗语叫做啥物遮要放哦，迄个遮要放。嘛是拢是第四条，毋过咱讲较紧的时阵，吼，拢变做第一条，吼，就是迄个关平调。遮嘛共款，吼，变做一般会变做卡啦，吼，卡。阮的心情卡，吼，卡。虽然讲照咱的迄个直调甲换调的规矩，吼，这是第四条换调变做
关落调吼，啊讲较紧就变做关平调。阮的心情较过来，这嘛是偏音吼，去为开吼开，佫是第三调，所以第三调换调变做关落调对，变做开吼开，过来活吼，敢若一个韵母尔吼，这无声母，这是第几调？第八调吼，所以第八调你若会记哩顶摆吼，讲着足侪腔口吼，即个开活吼，有足侪腔口，可能是开活，可能是开活，可能是开活吼，看你家己的语感，你安怎讲较舒适啦吼。若听着鼓声吼，阮的心情较快活吼，所以即个 melody 念咪嘛听会出来吼。过来比换搬吼，第五调换调变做搬吼，佮记话过换调变做过吼，关落调过，甲这快共款吼，快活吼，过过来离遥了。吼，这第二调一直调，甲第三调会换调嘛是共款哦。搬过了，吼，即两个共款调哦。过了，搬过了，一吼，拄仔嘛有甲大家迄个撇步吼，你看着即个第八调的即个时阵，你就知影迄是一个吼，一个搬过了一山吼，是换嘛有即个偏音吼。山搬过了一山，又吼，这是第七调，所以是低平调。又一一吼，共款一个一吼，一个又一领吼，领佫有偏音吼，爱记哩咱即个偏音免写，毋过伊有关伫遮吼，领。过来言敢是安尼？敢若毋是哦。这是一个例外吼，会记哩这念做言吼，一般是言，嘛有可能有人讲言，嘛用字吼，言，所以这是第二调换调，就言吼，哆来咪言，下来饲样唱，这嘛是第三调的换调，甲这吼看活，甲这过了吼，再甲这唱吼。唱就是唱歌的唱，伫遮吼。演唱疑韵，这是第二调，所以是关平调吼，换调的时阵，韵好所以遮咱看会到吼，遮有即个韵吼，遮有即个韵吼，有当时共一个人两款拢有咧讲吼，这嘛算是即款腔口差啦，但是一般咱男做伙有当时讲韵，有当时讲韵吼，拢会用伫。韵过来低音这嘛是偏音吼，偏音伫遮甜，所以这就甜的迄个甜吼，甜佫是第一调第一调换调变做中平调对所以甜过来这是咪一咪这嘛是第八调即届应该算是直调吼，所以咱有甜蜜吼，甜蜜这变做咱的关底调蜜吼，甜蜜。可能嘛有无共腔口讲甜蜜吼，甜蜜是甜蜜。过来吼，第五调换调过来甲这共款吼，第一调嘛是共款歌过来，这是直调啦吼，上尾一连节声吼歌声，所以咧，若听着歌声吼，阮的心情。较快活，搬过了一山又一岭，演唱阮甜蜜的歌声，吼，所以迄个 melody 应该拢听会出来吼，介好耍啦。好，所以咱的罗马式课程就是到遮吼。我真正希望大家感觉即款的课程真正有路用。就是你若后一摆吼想要普文吼，伫边册伫 YouTube 伫倒位吼，你嘛会使试看觅用即个台语的罗马字来普文。无你后一摆若要经册来读吼，你会使经一寡台语的册吼，台语的文献来甲读看觅。大部分的台语文献嘛是用即个罗马字来写。
啊，若有人想要甲我斗相共吼，嘛会使买一本即个囡仔王子吼，啊，囡仔王子是我编的哦，毋是我写的，毋是我翻译的，啊，我编辑啊，搁出版的吼。啊，伊即边是全罗马字吼，全部罗马字吼，啊，另外即边就是全部拢是汉字，啊，中拄好有一个罗汉对照表吼，所以即款册吼是一个学罗马字非常非常诚好的即款假诗啦吼。好啊，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就到遮，感谢大家，再会。